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3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38天。我们看一看双方在战场上一些态势。在别尔格莱德方向，乌军重新控制德米迪夫卡和波波夫卡，并持续向俄军阵地施压，俄军防线出现收缩。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是关于乌军攻下别尔格莱德的村庄，然后乌军在房子上面，在很多建筑上面拆下俄罗斯的旗帜这些镜头可以说明乌军在别尔格莱德对俄军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别尔格莱德俄军增援部队已抵达战区，但由于正处于泥泞期，俄军只是在克洛季洛夫卡和纳德热夫卡前沿阵地大量布雷，防止乌军继续向前推进。也就是俄军在别尔格莱德目前也只是在那儿守住。那么在库尔斯克方向呢，乌军空袭俄军集结地孔德拉托夫卡，导致俄军伤亡，双方仍在部分区域僵持。这个虽然乌军在库尔斯克占的地方不多，还有100多平方公里，但是这个俄军显然是无计可施虽然地保老人要求俄军在3月底必须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这个再一次落空关键是乌军的空天军也就是他的空军 F-16还有幻影2000都已经飞到了这个库尔斯克，为这个库尔斯克的乌军提供空中的掩护。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将俄军从舍普琴科和皮什察内驱离，并进入索洛内。俄军在此方向消耗巨大，损失数十万士兵，仍未能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在托列斯克方向，乌军清除西北部俄军，市中心俄军面临被包围，部分士兵已经投降。那么在哈尔科夫这个方向，乌军在沃夫昌斯克地区阻止了敌人的2次进攻。在利曼方向，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的纳迪亚地区、哈尔科夫地区的奥列霍夫卡地区以及顿涅斯克地区的诺沃米哈利夫卡、诺维、科洛季扎伊等地区共23次攻击乌军守军。值得一提的是，卢甘斯克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4、81和10旅击退了11次俄罗斯的进攻，摧毁2辆装甲车、2辆越野车、31辆摩托车，并消灭20名步兵。在本次进攻中俄军总共损失109名士兵。在战场上俄军没有占到便宜，甚至处在下风，所以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就非常诡异非常匪夷所思。据报道，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在别尔格莱德州伊万诺夫斯卡利西查村的一处墓地投下了一枚制导炸弹，给人感觉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很有意思是炸不着你活人，那我炸死人。问题是你炸的这死人也是俄罗斯人你跟一个坟墓跟墓地较劲干什么呢？是不是俄罗斯的空天军只要飞出来转一圈，把炸弹扔完就算下班来打个卡。有很多网友恐怕还记得我在大概2024年应该是8、9月份那个时候正是这个泽伦斯基要求美国西方允许乌军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重视目标。大家恐怕还有印象我就那个时候一直主张乌克兰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我记得还有很多粉丝老是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炸？那今天媒体报道这个乌军确实炸了，泽伦斯基还真是想法跟咱们一样，他是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但是由于这个技术手段有限，没能成功。你看根据美国媒体还有英国媒体的报道说基辅政权2024年企图用陆军战术导弹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行动系与美方共同策划也有可能是看了咱们节目这个2022年11月份，俄军在斯洛文金的带领下从赫尔松城撤出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就说了，对乌军来说就是3板斧3招3管齐下。第一管就是切断大陆桥，也就是扎波罗热大反攻，也就是要拿下梅利托波尔。第2板斧就是摧毁黑海舰队，第3板斧就是炸毁克里米亚大桥，然后这样克里米亚就不战自溃那这个就要了普京的老命。你现在回头看看咱们当时分析那是相当准确黑海舰队已经被打得不知道踪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相当于被废，对吧？
大型的水面舰艇基本上都已经不是被击沉到海底就是被炸伤，都不敢露头。黑海舰队已经没有存在感。扎波罗热大反攻是不是扎卢日内领导的？他目标直指梅利托波尔，但是很遗憾没能取得成功。这个是不是昨天还是前天美国媒体报道，为什么扎波罗热反攻没有取得成功呢？他们认为是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还有扎卢日内他们之间发生了分歧。本来12个旅要进攻这个扎波罗热，结果希尔斯基调走5个旅去进攻巴赫穆特，这样3种优势兵力被分散了，导致这个在扎波罗热的反攻没有效果。我看打到离那个梅利托波尔恐怕还有30多公里就推不动了。索鲁维金防线好像一共是3道，其中2道都已经突破了，第3道防线一直没能突破。也就是说，这第2板斧没能成功，这第3板斧就是炸克里米亚大桥。我们看这个媒体怎么说的他说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此次未听从西方军事顾问的建议。自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2月24号开始以来，美国不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还直接参与作战计划制定，其中就包括针对克里米亚半岛及克里米亚大桥的行动。2023年，美军军事顾问配合乌方制定了代号“月豹”的作战方案，旨在打击半岛全部基础设施，尤其重点针对令基辅政权如鲠在喉的克里米亚大桥。根据乌军总参谋部在美英顾问参与下制定的计划，原定从2个方向攻击大桥薄弱环节，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桥面，同时用被乌方宣称为国产的英国无人体袭击桥墩。但由于俄军大幅加固桥墩并封锁附近海面区域，计划最终流产，也就是海洋宝贝它根本就到不了那大桥附近。因为这个俄罗斯人在大桥外侧用那个民用的船只拉上铁丝网，相当于把那个海面给截断了，你无人体没有办法穿过。美国媒体说2024年年中，乌军曾经击中过克里米亚大桥300公里，这个就是陆军战术导弹在桥面上打了一个洞，很快被俄罗斯人修好。泽连斯基希望能摧毁这个大桥，它是普京的象征，也就是泽连斯基心心念念的要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但是这个格拉西莫夫他把俄罗斯最先进的是 S-500防空系统就放在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的那个叫克赤市，专门就是用来防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我想等到梅尔茨上台，德国的金牛座到乌克兰，这个时候就是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最佳时机条件就成熟了。到时候饱和攻击陆军战术导弹、风暴阴影、斯卡普、无人机、海洋宝贝、多角度、多种高度立体攻击、饱和攻击，然后掩护这个金牛座一举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这是战场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今天瑞典向乌克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军事支持计划，价值近16亿美元。该计划包括对乌克兰防空炮兵、卫星通信和海上能力的支持等。荷兰宣布向乌克兰拨款5亿欧元，用于扩大研发攻击无人机。这个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是咱们中国人3月26号专访出席202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芬兰前总理叫埃斯科阿霍。问的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誓言吹嘘他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又把这个欧洲排除在跟俄罗斯的谈判之外。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被边缘化，然后欧洲又遭到美国的关税大棒威胁，昔日美欧密友面临重重挑战。很多人担心跨大西洋关系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然后欧盟不是搞了个8000亿欧元这个武装方案吗？那么这8000亿欧元能否换来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是南方周末记者问这个芬兰的前总理阿霍。这个阿霍说对于俄乌的和谈的未来，他感到非常悲观。和谈的前提是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得到保证，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谈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是竞争对手，但在某些领域我们又是合作伙伴。此外，中欧之间又具有互补性。他说，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中欧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安全议题优先于经济繁荣的时代，欧洲必须适应这一变化。
也就是过去咱们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全世界都是，但是现在已经变了，气候变了，现在大家都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那这个芬兰的前总理啊，对俄乌的和谈是不抱任何想法的，这恐怕要打到底。德国的后任总理啊，梅尔茨将通过欧盟向奥尔班政权施压，要求其暂停匈牙利的欧盟资金，并剥夺其投票权，因为匈牙利违反了欧盟的关键原则。这个匈牙利恐怕也只有德国啊能够顺服他，能够压住他。这个欧盟里面的搅屎棍子，这个匈牙利上蹿下跳，甘愿啊为普京服务啊，为普京效劳。咱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停火计划啊，现在特朗普团队啊已经不再承诺说什么时候停火，没有了时间表。确实啊，特朗普他也掌握不了这个。我记得前不久啊，特朗普还要求复活节停火倒计时，也就是现在4月20号，俄乌双方先停火。现在看恐怕这个要黄了啊！为什么呢？双方谈到现在，连核心问题的边儿都没摸着。乌克兰咬死领土问题是红线，俄罗斯却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的主权啊，甚至啊，连俄军还没占领的赫尔松、扎波罗热那些地方，乌军要双手把它送给俄罗斯，两边都没有办法让谈判直接卡壳。更要命的是，普京前几天啊，突然甩出联合国托管乌克兰这张牌。表面上看啊是在给台阶，实际上把球踢给了特朗普。承认泽连斯基政权合法性，就得吞下领土损失；不承认，就永远别想谈成。从技术细节来说啊，那也是一地鸡毛。俄乌在波克罗夫斯克那打着你死我活，停火线往哪儿画？库尔斯克乌军还占着100多平方公里，别尔格勒德乌军还在扩大战法，这个地盘，地包老人怎么停火？这个普京要求停火期间，乌军不得接受外援，这就相当于啊，让特朗普把乌克兰给捆上，然后俄罗斯好休息一会儿，对吧？等俄罗斯休息好了，那再上来打。但是乌克兰你是不能接受军事援助，得把你捆着。所以特朗普啊，他很生气啊。30号啊，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啊，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生气。如果因俄罗斯的原因导致俄乌不能达成停火协议，他将对所有俄罗斯石油征收20%到50%的2级关税。如果没有停火，这些关税可能会在1个月内开始征收。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普京啊稍微有了点这个威胁的意思。那俄罗斯人怎么回应的呢？这个俄罗斯人的回应啊也非常讲究啊，非常巧妙。根据这个英国天空新闻网塔斯社报道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0号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生气的相关言论，克里姆林宫周一做出回应。报道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说啊，媒体关于特朗普生气的报道缺乏引证，这些言论都是转述的。佩斯科夫还表示啊，美俄双方正在就乌克兰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进行磋商，但目前尚无具体细节可披露。他还补充说啊，普京总统对于特朗普总统的接触持绝对开放态度，因此在有需要时，双方的对话将会迅速安排。那就看特朗普说话算数不算数了。1个月之内如果不能停火，那美国就要对俄罗斯的石油啊出口进行2级制裁。实际上啊，普京啊虽然说在跟特朗普在讨论停火，特朗普也说啊，普京是在拖延。普京今天在国内啊一个讲话泄露出来，根据德国焦点周刊3月30日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谈到乌克兰的和平时表示愿意打一场100年战争。报道称啊，普京最近向俄罗斯的一批精英通报，谈判进程还需要花很多时间。这是记者鲁斯塔莫娃和马克西姆托夫凯洛在名为《法理日报》的电子新闻简报中报道的。该新闻简报专门报道有关克里姆林宫的消息。这2名记者曾为《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和《福布斯》杂志等媒体供稿，被认为消息灵通。法理日报报道啊，说3月18日，普京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商界代表举行了闭门会谈，话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卢斯塔莫娃和托夫凯洛写道，对与会者来说啊，这是个了解与美国谈判情况和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的难得机会。众所周知啊，普京于3月18日在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会上发表了演说。接受采访者说啊，普京的谈判策略看起来很简单，
他认为自己很了解特朗普，因此可以说服特朗普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不过，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普京也愿意打一场100年战争，他等待乌克兰崩溃的想法并不是那么愚蠢。你看看这就是普京表现出一副持久战的姿态，想打多久就打多久，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实际上不过是虚张声势大家还记得前不久这个泽连斯基说他不跟俄罗斯谈判，不跟普京谈判，但是泽连斯基不排斥跟俄罗斯的商界精英和其他团体进行接触，进行沟通。我在想泽连斯基怎么无缘无故的突然有这个想法呢？但是我还觉得泽连斯基很高明就是把敌人内部搞乱，分化瓦解。俄罗斯内部也有很多反战，对吧？想跟欧盟搞好关系，做生意的，这个就跟那个资本家和商界有密切关系。你仗打成这样，俄罗斯的那些巨头富豪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他怎么开展业务？他跟谁做生意3年了，他们都很难开张，再打2年，他们还扛得住吗？即使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实行高压，但这些商界精英他们还是忐忑不安，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他们都要完蛋，都要破产。你看普京给他们灌输的是要打100年，所以泽连斯基需要，对吧？他想跟俄罗斯的商界精英进行沟通，告诉他们再打下去你们这些人俄罗斯的经济就崩溃，那就是拖嘛。关于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泽连斯基接到了美方发的最新版本，对吧？那个版本泽连斯基实在是接受不了，他不会签署，那个对乌克兰没有任何保障只有把自己的矿拿来给美国人开采，然后还得先还美国人的钱，剩下的再由美国人支配用在这个犹如没有得到乌克兰人最想要的安全保障，所以泽连斯基要退出矿产协议。所以特朗普说财联社3月31日讯说，当地时间周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意退出与美国的一项关键矿产协议。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近日向乌克兰提出了一份新的矿产协议，乌克兰官员目前正在对该新版协议进行审查。新版协议比2月28日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爆发争吵当日未能签署的协议涉及的范围更广。根据该协议，美国将通过一个联合投资基金对乌克兰自然资源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版协议仍不包含对任何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这个特朗普还对记者说说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想再签署矿产协议，并且警告泽连斯基说，若其拒绝签署协议将面临后果。这个泽连斯基再一次强调说乌克兰没有办法加入北约。这个特朗普还一再强调说泽连斯基知道这一点。这个矿产协议我支持泽连斯基就是不签。你这个协议一签呢，纯粹的是出卖乌克兰，因为他这个协议包含了乌克兰所有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稀土、铜矿、铁矿。完了这个产生的收益先还美国的这个以前的军事援助3500亿，剩下的钱再用在乌克兰重建上面。如果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矿产资源是乌克兰的这个燃，对吧？这个内核被你特朗普给掏空了，然后你就把一个壳给欧盟，是吗？那欧盟现在帮乌克兰打仗，给乌克兰支援，它的动力在哪？那动力就是仅仅剩下对俄罗斯的恐惧，担心俄罗斯对吧？这个侵略的步伐是不会停下来。总之泽连斯基不签这个矿产协议是明智的，否则的话，确实这个让乌克兰非常被动。特朗普在恐吓威胁乌克兰，他还能有什么手段呢？无非就是暂停军事援助，无非就是停止情报共享这2年现在欧洲，对吧，想办法把这个补上，这乌克兰人呢也就没有那么担心了。关于这个矿产协议大家看央视网的报道，大家看视频。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30号对媒体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试图退出与美国的矿产协议，他警告泽连斯基不要这么做。特朗普称，泽连斯基试图退出矿产交易，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就会面临一些大问题。特朗普还称，乌克兰永远都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泽连斯基明白这一点。泽连斯基3月28号表示，乌克兰当天正式收到了美方新拟的矿产协议草案，这份文本与他原计划与特朗普签署的框架协议完全不同。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曾抱怨美方频繁更改协议条款。多家媒体报道，这份最新协议草案不包括任何对乌方的安全保障，且乌方没有做出重大决定的权利。
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不但没有给予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还要求乌方为一项联合投资基金做贡献，即要求乌方把所有国营和私营企业开发自然资源所得收益转入联合基金。这项联合基金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管理，乌方在管理层面仅占少数且没有否决权，影响力非常有限。此外，协议草案规定美方优先购买乌方所有资源的开采权，联合基金所获收益应首先转给美方，用以偿还美方2022年以来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乌方还需支付4%的年利率。还钱结束后，乌方才能使用基金收益用于重建等事务。泽连斯基先前多次批评美方在协议中没有提及对乌方的安全保障，但始终强调乌方有意与美方达成协议，以便继续获得美方援助和情报支持。总之啊，到目前为止，俄乌的这个和谈，对吧？停火计划在特朗普及其小团队的精心运作之下，现在已经是一地鸡毛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他最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啊，恐俄症是欧洲政客患的一种危险精神疾病，现代医学药物对这种疾病束手无策。这种病症源于对俄罗斯影响欧洲及欧洲人生活的过度恐惧。梅德韦杰夫说啊，相当一部分欧洲政客已患上急性恐俄症，传统药物通常对此无效。他认为该疾病分为狂躁和抑郁两个交替发作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梅德韦杰夫啊，这叫嘴不饶人呐，煮熟的大鹅嘴硬。历数这200年来，这俄罗斯对外的战争难道还少吗？就最近20年，对吧？就是2000年以后啊，这俄罗斯分别啊，对吧？侵略过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在这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支持反政府武装，后来直至自己啊亲自上手侵略乌克兰。这俄罗斯人干的事情还少吗？就连这个梅德韦杰夫、拉夫罗夫，对吧？这5夫1娃，天天把这个核武器啊挂嘴上，腰里别着2个核弹，逮谁跟谁干，动不动要把地球啊给灭掉，对吧？你现在正在侵略乌克兰，完了之后还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欧洲能不担心吗？对吧？欧洲如果坐视不理，任由普京吞并乌克兰，那么下一个普京又要吞并谁呢？难道就让欧洲在梅德韦杰夫的什么恐俄症的这个魔咒之下啊，就这么静静的等着普京各个击破？所以欧洲人应该团结起来，不管是恐俄症还是什么症，总之啊，把俄罗斯打败，让俄罗斯肢解，对吧？这个对欧洲啊叫一劳永逸解决隐患。现在机会难得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黄俄啊最喜欢说的，俄罗斯倒下了，下一个就是印度。今日俄罗斯报道啊，说俄罗斯专家警告称，乌克兰冲突结束后，美国将调转枪口直指大国。3月31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与大国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俄中分组会，3月31号到4月1号在上海举办的啊。说这个期间，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今日俄罗斯记者指出，美国持续被欧洲事务牵制，部分精力还分散在中东，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实现最关键的战略优先事项，在大国沿海直接构成对华遏制力量体系。这个俄罗斯人呢特别警示啊，他说欧盟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同样可能会对大国未来构成威胁。当欧洲和俄罗斯矛盾缓和后，这股力量必然需要寻找新的投放方向。你看看啊，这个俄罗斯人炮制的，俄罗斯倒下，那么下一个就是大国。他还没说俄罗斯倒下啊，他只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这样一停火，那美国就会调转枪口直指大国。大家就知道了啊，这种论调从哪儿来的？黄俄啊，每天莫名其妙上来就一句，对吧？俄罗斯制减了，那下一个就是大国。这话实际上就是来源于俄罗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大国啊，你害怕是吧？你赶紧交保护费给我，保护我，对吧？因为我倒下了，下个就是你啊，那不能让我倒下。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大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往来。这个外媒报道啊，说2025年前2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降至346.8亿美元，同比啊下降7.1%，反映出两国经贸关系微妙变化。自2024年10月下旬起，俄罗斯严查中欧班列，扣留超1000个大国的货柜，价值几亿人民币，导致许多货主不愿出货。今年2月，中欧班列货运量
暴跌44%。汽车出口方面，俄罗斯为保护本土产业，自2024年7月起将进口关税平均提高30%。这个特朗普现在还只加了25%，我俄跌啊，一加就是30%。关键加完了之后，对国内这些黄俄还不知道，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神奇，并且对这个进口的汽车上调回收费，一项强制性环保税。10月1日起，回收费再涨80%，未来至2030年将逐渐递增10%到20%。此举大幅推高进口车成本，导致今年前2个月大国输俄汽车贸易额减至7.5亿美元，同比减少49%，出口明显放缓。你看啊，今年头2个月汽车出口俄罗斯腰斩，友谊的小船也就这么回事虽然说暂时翻不了，但是也好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